为了要开护武器的光景，台南基本款协会呢，去年开始推动台语友善行动，结合店家打造台语的生活环境。到今呢，已经有30间店来响应咯。不过民间团体也发现讲，这市政府的文宣顶头，常常出现唔对的大文字。因也建议市政府就要设立台语委员会来做咨询单位，带头使用正确的台语文。你去健身房上团课，教练讲的唔是华语，是用台语来指导。像推下经、野教练，听到人会做这款运动。台南这间健身业是响应台语友善行动，专程用台语来教课。阮的先辈拢有咧用台语咧教，所以我都想讲哦，爱家遮的物件留落来，就想讲家遮的物件传落。那健身房这间册店嘛加入推广，放台语册好看。逐个月底举办台语读册会，头家讲近来有侪少年人愿意加入台语册店来，只要头家先开嘴讲，人客嘛加减用台语来回应，豆豆啊形成一款文化气氛。平常时的对话生活内底的对话，因大部分拢是听有，豆豆讲，阮嘛袂讲家己赶，还是袂讲家己家笑，还是安那，就是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安尼。这项计划是由台南基本款协会发起，迎招各行各业加入台语友善店家行动。对去年起头，先针对餐饮店，后来旅社、动物病院拢来响应，到达超过30间店头加入。台语虽然已经是国家语言，不过民间却发现市府的文宣也是常出现找头路、佚佗、食头路，佮有上安心等华台语黑白用的状况。民团认为市府应该带头用正版的台文字。过去的政府就是无这个母语教育，所以地属因这样是嘛，唔是因标杆要安尼的唔对，根本就是爱设立一个台语委员会，互因会当有一个咨询的一个单位，兼一个窗仔口，通互因去请示、去请问、去咨询。市府的文宣呢，通常委外交由专业设计，那部分的厂商呢，只有参酌在媒体上或者是网络社群上常见的一个台语的词汇，日后呢会要求执行的厂商应谨慎的使用正确的台语书写系统。政府若要真正复振母语，就要甲民间做伙来推测。市府回应后续会更加谨慎，嘛讲会共同协助保存甲传承台语文化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